仔共款伫高雄有一个姓洪的查某人，8月初1日时，伊伫经日本餐厅共点1000外块的菜色，点过伊食煞了后，是讲伊身躯无钱通纳，即马是互伊送法办。检方去侦办了后，发现讲伊是清在安尼死做，而且已经互起诉啊，佮毋惊，佮继续安尼。查某囡仔摇头表示无钱，这个20外岁姓洪的查某囡仔8月29去高雄一间百汇泰国式餐厅用餐，食煞了后，说讲无钱通付。泰式料理店报案，于餐厅消费2272元，用餐后无力付款。依诈欺罪嫌逮捕洪显侦办。查某囡仔互警车载去，根据了解，这毋是头一届。姓洪的查某囡仔8月初1，倒捌伫共一间百汇日本式餐厅点火锅、看饭、电炉、饮料，拢总1400外，去互警方送办。无想到月底又搁去泰国式餐厅点做烤肉、咖喱鸡，这餐点超过2000块，搁无钱付。一再犯案，可见被告法治观念薄弱，对法院所判处的拘役处罚予以轻视。侦查中也狡辩否认，犯后态度显然不佳。因此，本署检察官向法院求处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。姓洪的查某囡仔2年来真侪家伫台南高雄的餐厅食霸王餐，目前有10件判刑确定，1件起诉审理。地诉检方具体求刑，律师嘛提醒，食霸王餐恐惊牵涉到刑法诈欺得利罪。检察官做具体的求刑并不为过。另外，检察官在本案才具体求刑6个月，其实在刑度上，甚至于有的检察官会在求刑上求得更重的刑。如果他个性这样子，很难。餐饮业者认为，动法虽然有吓惊效果，但过对故意累犯恐惊无效。检方函件具体求刑，除了要互姓洪的查某囡仔好好反省，嘛要避免搁再有诬告的店面受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